扎西德勒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藏人行政中央庆祝圣雄甘地诞辰156周年；欧盟等多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0届会议上关切中国人权状况；新当选的2名选举专员正式宣誓就职；法国参议院隆重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及慈悲年；驻日本代表出席抗议中国持续侵占为题的研讨会。2025年西藏文化艺术节在台湾开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藏人行政中央领导层和高级官员于本周四10月2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总部隆重庆祝了圣雄甘地诞辰156周年纪念日。在纪念仪式上，藏人行政中央民主三大支柱的领导人相续向圣雄甘地的画像供灯与献花。安全部长兼代理司政加日卓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了圣雄甘地非暴力哲学的持久影响及其对西藏自由斗争的持续意义。他表示，今天在印度国父圣雄甘地的诞辰日之际，我们藏人，尤其是藏人行政中央与印度人民一道，怀着敬意缅怀他。圣雄甘地通过真理与非暴力争取独立的方式，始终是我们争取自由斗争的灯塔。包括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伊西汪姆、议长堪布索南丹培、法官达瓦普吉和帕巴次仁、选举委员会主席罗桑伊西、审计长扎西多杰、选举委员会专员次仁于真、议员顿珠扎西和次仁央基，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高级官员出席了活动。此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0届会议与上周四9月25号举行的第22次和第23次会议上，包括欧盟等多个国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强烈关切。在会议上，包括欧盟、日本、丹麦、瑞典等国的代表对持续恶化的西藏人权状况表达严重关切，并呼吁释放人权捍卫者和政治犯。澳大利亚代表则强调中国不应干预宗教领袖的认证，其中包括达赖喇嘛的转世事务。德国呼吁中国停止跨国镇压行为，而芬兰与瑞士代表则敦促中国尊重国际少数民族权利公约。爱尔兰与英国则呼吁中国保障言论与宗教自由。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官平佐多杰在第15天的会议上发言时，提出了西藏贡觉县曲杰寺主持巴登汪杰在狱中遭苦刑致死，西藏知名商人多杰扎西持续遭关押，其姐姐贡布齐遭到当局打压，西藏果罗高僧仁增烘嘎多杰荣波切在越南离奇死亡，西藏阿坝青年歌手阿桑和华琼因演唱歌颂达赖喇嘛尊者的歌曲被捕，西藏德格县僧俗藏人因抗议水电项目遭拘留等问题，并呼吁联合国对中国当局的此类侵犯人权行为展开紧急调查。与此同时，联合国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亚历山德拉·克桑萨基于9月29号对法国巴黎的凯布朗利博物馆与吉梅博物馆近期在西藏展品命名上的更改表示严重关切。在今年7月31号的正式沟通中，特别报告员克桑萨基致函中国政府，要求澄清这些命名更改的背景情况。类似信函也分别寄送给法国政府、凯布朗利博物馆和吉梅博物馆，以供建议与采取行动。特别报告员克桑萨基强调，以更符合中国官方接受的术语取代西藏人民自身所使用的称谓，损害了藏人接触和享有自身文化遗产的权利，并妨碍其自决权。他敦促采取一切必要的临时措施，防止此类行为再次发生。
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选举委员会新当选的选举专员囊萨曲珍与次人玉珍于本周三11月1号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伊希汪姆前宣誓就职，任期至2026年流亡藏人大选结束。两名选举专员与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上，根据流亡藏人宪章第97条第3款第5项之规定，经全体议员投票后获多数票当选。宣誓仪式由首席大法官伊希汪姆主持，包括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安全部长兼代理司政加日卓玛、法官达瓦普吉和帕巴次仁、外交部长诺增卓玛、选举委员会主席罗桑伊西、审计长多吉扎西、公务员选任委员会成员巴桑次仁和次仁多杰等各部门的秘书长出席了仪式。此外，法国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以藏人行政中央驻巴黎联络处于上周二9月23号在法国参议院大厦联合举办了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暨慈悲年活动，包括多名法国议会参议员、各国驻法大使、外交官、法国政府官员、媒体代表、支持西藏团体及各佛教中心的成员等各方代表参加了庆典。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屈真根康在庆祝活动上致辞时，感谢法国参议院举办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并赞扬了达赖喇嘛尊者为全体藏人带来的希望与力量。主办方还在活动上放映了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纪录片，随后展开了简短的祈祷仪式和表演了西藏传统歌舞。与此同时，在中共建政76周年前夕，西藏、维吾尔、南蒙古及其他在中共政权下受压迫的群体于上周日9月28号组织了一场座谈会，揭露中国数十年来的占领与镇压行径。应邀参加会议的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茨旺加布阿瑞亚博士在发言时指出，1949年中共政权的成立标志着西藏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开始。他重点提及中国在西藏各地开办的殖民式寄宿制学校政策，满横干涉藏传佛教的转世事务，以及西藏果罗高僧烘嘎多杰荣波切在越南离奇死亡事件。与此同时，驻日本代表茨旺加布阿瑞亚博士与国际西藏网络的代表罗桑央措博士、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日本分会会长次仁多杰与上周在东京会见了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山谷辉里子议员与秘书长山田宏议员。在会晤期间，代表阿瑞亚博士请求上述议员跟进东京宣言，并呼吁日本国会发布声明，谴责中国在西藏的镇压与干涉藏传佛教转世事务等问题。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应台湾文化部下属蒙藏文化中心和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的邀请，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院长于上周六9月27号率领学员抵达台湾，参加2025年西藏文化艺术节暨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慈悲年系列活动。今年的西藏文化艺术节于9月30号至11月15号间在台湾各地举行，首场演出于9月30号晚间在台北的台湾戏曲中心举行。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桑坚参和工作人员、台湾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相关官员以及台湾各界民众和当地藏人等共1000余人出席了活动。从10月4号至10月12号，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将在台湾花莲、嘉义、新北、台中和台北等地陆续展开演出，期间将以源远流长、遇见达仁萨拉、学艺藏舞、西藏传统歌舞表演、恭祝达赖喇嘛尊者90寿诞、西藏传统及台湾原住民艺术文化交流等为主题，为台湾民众带来纯净的西藏文化体验。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